繼續來看高雄一個6歲小女童，昨早起家己一個人為公園走出來要過大路，結果被一台修理車弄到雙腳骨折。但是弄到小女童的63歲太太，竟然像無事人，車駛咧做伊走。伊甲警方講，唔知影有弄到人，即賣已經向移送法辦。另外，警方嘛要追查小女童的家長照顧的責任。一個6歲查某囡仔過車路，修理車無注意，直接就甲弄落。這個查某囡仔雙腳被絞過，疼甲一直哭。這個囡仔疼甲爬袂起來，不過修理車駕駛並無停車，當作無代志，直接就駛離開現場。其他鄉親一個看到了，趕緊來鬥相共。這個囡仔家長聽到哭聲嘛，衝過來看，不過肇事駕駛已經離開現場。可能大家都以為他只是跌倒。所以大家都覺得不知道為什麼，然後我發現有車撞到，竟然是肇逃，才趕快跟對面的警察說，那不是單純的跌倒而已。昨是看伊囡仔趴地遐，人家掠起來蹲地遐，底下好。昨下晡4點外，高雄三民區10轉1路，這個6歲生出來的查某囡仔，本來甲厝內人佇公園底耍，雄雄衝出來到大路，和修理車去弄到雙腳骨折。修理車駕駛肇事後，人做伊走，警方佇1點鐘後就通知到案。63歲姓林的負責人講，伊唔知去弄到人，才離開。初步噪音研判為林女未注意車前狀況。蔡姓女童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，我覺得還是大人的也要隨手就手要牽着，父母也是有責任啦。姓林的負責人涉嫌肇事逃走，會當處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並且罰3900到9000塊吊銷駕照。警方嘛通知這個查某囡仔家長要調查敢有照顧的疏失，若是查證屬實，那呢嘛要承擔相關的責任。